哎呦，杨帅哥，哎呦，小伟哥来了，哎呦，杨切夫来，哎，黄老伯伯给你们带好东西了啊，你们最喜欢的绿豆汤呢，哎，那，给，哎呦，香气面可好，哎呀，看到黄老伯伯开心，看到黄叔叔开心，杨帅哥，哎，开心了是吧？啊，要去东方之门啊？哎呦，今天不去东方之门哎，黄老伯伯今天带你们去西方之门新做好的啊。黄老伯伯今天订了一家这个新做好里面那个西方之门里面的饭店，里面灵得不得了的啊！你们的四大金刚、鸭子这什么都有的，好了，现在就要去了，哈哈哈！这超了！哦呦，来呀，杨帅哥，这个就是西方之门的新造好的，哎呦，到底不一样了，哎，气派了，黑味的不得了了，哦呦，你看中间这个电梯啊，金碧辉煌啊，哦呦，杨帅哥，你自己想的啊，比你那个纽约那个帝国大厦。还去来路了，是吧？哦哟，00000，先生且慢，您贵姓？请出示您的预约码。我姓黄啊，预约码是什么东西了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啊。我去顶楼吃饭呀。想必先生是第一次来吧？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这台黄金电梯上不去的主理人，上下。你好，我们西方之门的电梯呢，仅此一台。为了避免拥堵，我们需要预约乘坐。而且每上一层就要支付1元，888层就是888元。如果您今天没有预约的话，可以选择走楼梯，或者是走楼内的手扶梯哦。什么东西？我坐个电梯，我还要预约，我还要付你888块钱？你这个不纯粹瞎搞了？不是上下是吧？这个上帅哥，你听叔叔讲的，我到顶楼888楼吃饭呀？啊？这个还有小朋友在这边了，你让我跑楼梯啊？非常抱歉，先生，这里的规矩就是如此，人人都一样。我们这台上不去电梯，只有刷过预约卡和收到付款之后，它才会开门。哎呀，不是的呀，上帅哥啊，不管做什么我们都要讲道理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是了，哎，你这个我到你们这边来吃饭，哎，你不给我坐电梯，你这个说得过去的？不好意思，饭店是饭店，电梯是电梯，我们互不相干。我们上不去电梯是完全独立的。根本是这个把那个车烂的，真的是上不去了，现在上不去。上帅哥，你等一下，我打个电话。喂，不老师，我黄叔叔，我现在到你这个新开的饭店楼下了，但是我现在上不来啊，这个电梯，又要预约，又要付888块钱，你也没提前跟我讲一声啊，那这个怎么弄了？你要认识这个管电梯这个上帅哥了，你跟他打声招呼了，我过来吃饭的呀。是大叔啊，哎呦，真的很不好意思西方之门今天的电梯情况，我们也才刚刚收到通知真的很抱歉。要不这样，大叔，我给你转888，您看可不可以？那不用了。哎呀，不老师啊，你不知道那也不怪你了，黄叔叔好了，你有这份心，黄叔叔已经很开心了，是的没事的，你帮我位置留好就行了，这个电梯我来搞定吧，就这样，波老师一会儿见，上帅哥。我着急带2个小朋友吃饭了呀，你想办法呢？没问题，先生，我上下呢也是通情达理之人。追加200元，请您支付1088元，即刻为您打开插队功能。我们上不去电梯，即将为您起航。你这个人真的事业冗逼的。好的，小伟哥，杨前锋，马上。杨帅哥，那怎么办呢？撑着我是不差这个钱，那怎么弄呢？总不真的走楼梯走上去付给你了，上帅哥我都要看看你这个电梯到底有什么两样了。好的，收到。5位，这边请，欢迎乘坐上不去电梯。这个电梯里面倒是蛮豪华的这个还有大沙发是吧？杨帅哥，这个小伟哥，杨前锋，去坐。风景是蛮好的上帅哥，你这个两边种的这个粉红色的是什么草了？还蛮好看的。这是当季的粉黛乱子草，先生，是不是特别的浪漫？伴随着轻音乐，我们直上云霄，这个体验，这个环境，1088，超值。粉黛乱子草没喊。就上帅哥结束了，没了，就这么2个花头巾你值我1088，还超值了，超什么超？我现在觉得我是这个超级大葱头，我1088扔水里还有响声的，我放你这边我就撑到电梯我记得我真的是你这个人
好慢的了，杨帅哥，真的好慢了，我这辈子不会再做第二次了啊！上当只上一次，哎，我回去我就那个贴告示，不要来这边，这个瞎收费了，真的是。是杨帅哥啊，这是您的自由先生，888楼到了，感谢您乘坐上不去电梯。Later。杨帅哥，小杨伟杨建峰，都吃饱了，吃得开心了是吧？哦，真气，波罗斯，你现在这个菜做的相当不错了，味道真的蛮好的，黄叔叔，下次还要来吃这会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先生，需要下楼吗？需要的话再支付888元，下不去电梯，竭诚为您服务。把那个吃了什么东西啊？你这个电梯不就上不去吗？怎么又就下不去了？现在又要给你888？